那花莲光复乡的灾区是继续咧拼烂土，这几天有小可淹水，居民烦恼万不至若上大雨就会做大水。不过中央前进协调所表示，刷落来拍算要设抽水站，或者是扣水池，或者是伫咧家家户户拢做杂水门。 这里是花莲光复乡佛祖街，目前现场没有下雨，可以看到怪手正在清淤，就是要跟时间赛跑，力拼复原重建。花莲光复乡因看到山丘车架大型基础建筑，复原工作一直在进行，尤其是重灾区佛祖街，小山鸟也在居民出门口斗相共清理。不过若遇到落雨，依然让居民唔敢待去。如果这一场大雨一来的话，我像光复应该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灾难在这。 同款是佛祖街另外一号面梯怪手伫后边，乌墩色的沙土就是要协助清理。不过居民表示，虽然这几天雨势无大，不过伫徛街边依然出现部分的积水。因为下的雨不是那么大，就开始淹水了，对吧？刚好今天有那个怪手来，他就把我们就是说，先挖一个可以排水的。 中央在海应变中心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郭连成表示，目前伫花莲光复乡的中间工程，佛祖街是上予伊袂放心，因为目前排水也未看风水部，都惊雨势落来，水会流到上溪所在。目前咧建议是不是设抽水站或者是地洪池？要请这个县府这个地方还有乡公所，将来要朝这个滞洪池的方式来做处理，让这个市区里面的这个淹水的状况可以先进到这个滞洪池。 除了地洪池，郭连成指出，也咧考虑伫民众徛街头前做防水门，中央的部分补助，不过依然爱看居民意愿才会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